他在家族公象裡體型、年齡排行第2，代文名叫亞納蘇托，意思是靈魂之象。老二長久以来都无法戰勝老大，也就無法獲得交配權，只好獨自生活在遠離象群的深山裡。現在，他決定走出陰影。他眼睛後面的腺體不斷湧出油狀分泌物。是的，這是一頭剛剛開始發情的公象，充滿着力量和壞脾氣。對象群來說，既然老大還在，母象們就不會屈從於一個失敗者。象群繼續躲避，老二已經氣急敗壞，他開始硬闖。带着几头小象，象群的速度无法提升了。现在，象群已经被老二逼得无處可躲。